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文化大学昨尾仔5点外，大典馆这栋大楼5楼的教室来起火烧，有16个师生调离的火场，其中14个走去伫6楼的阳台，警消人员赶到场，把这14个总救落来。剩2个女学生走去避离的6楼的便所，去互烟呛着伤昏迷，赶紧把2个女学生送医急救，即卖性命现象稳定，也毋过其中一个昏迷指数只有3。乌烟一直走出来，学生赶紧走去阳台下手等待救援。隔壁栋学生看到这惊险的一幕，拢惊到。对，都是烟，全都是烟。我刚踏上楼梯，全部都是烟。火警发生伫文化大学昨下晡5点外，校舍大典馆5楼教室突然间导火起来。警消人员赶到现场了后，救出14名受困伫6楼阳台师生，而且伫6楼的便所嘛，还有2名去乌烟激啊着伤昏迷。经关系4名女学生分别送往成功甲荣总病院，其中1名姓李的女学生抢救了后，昏迷指数只有3。主要是两边肺部的那个吸入性的呛伤，然后还有喉头有水肿，现在已经插管。另外1名姓陈的女学生经过急救了后，性命现象已经稳定。2位受伤女学生的家长接到通知了后，经赶到病院，非常着急，嘛希望因的宝贝查囝当赶紧好起来。